去唔到美國嘅嘟姐留喺香港，試下做唔做到新聞主持或者係其他幕前工作。點知報考藝員訓練班又 miss 咗 deadline。不過好彩嘅佢，原來佳藝電視台新成立，準備招兵買馬。嘟姐即刻面試，竟然喺4000幾人之中殺出血路，同20歲嘅米雪做咗同期藝員。咁我其實我又唔係一個係錢咧就係緊張嘅，每個人都緊張。你頭先講咁，但係咧對我嚟講咧係另外一種睇法啦。咁呢個又係童年陰影嘅影響啦嚇。細個嗰陣時冇錢，想去做嘅嘢，想讀嘅書冇得讀，因為係冇錢咁。咁我諗對我嚟講咧係一種安全網。不過命運好唔公平，米雪童星出身，即刻做射雕嘅黃蓉紅到發紫。嘟姐就坐足冷板凳坐咗1年，中途想放棄嗰陣，多謝導師黃霑嘅鼓勵。黃霑同佢講：再等下啦，實有機會。1976年，19歲嘅嘟姐終於等到出鏡嘅機會，主持這一代娛樂節目。雖然唔係拍劇，但係總算圓咗半個女主播夢。播到盡嘅嘟姐，更係成為最勤力員工。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。1978年喺美國返嚟嘅徐克被佳藝挖角，籌備拍攝《金刀情俠》嘅時候，徐克睇中21歲嘅嘟姐，挨咗3年茄喱啡嘅嘟姐終於上位，後嚟更係參演長篇電視劇《名流情史》。點知人算不如天算，佳藝突然之間執笠，嘟姐辛辛苦苦拍嘅《金刀情俠》都仲未播完，《名流情史》拍到一半就爛尾，轉咗去 TVB 之後更慘。當時有趙雅芝、翁美玲等當紅花旦，嘟姐又被打回原形，做返主持。當時嘅男朋友想結婚，嘟姐嚇到即刻分手，因為父母離異嘅陰影令佢認定婚姻靠唔住。1979年，金牌監製李添勝俾機會嘟姐拍《天虹》，佢同汪明荃、鄭少秋同台。同年拍《過埠新娘》，認識 TVB 高層兼編劇金國亮。大佢7歲嘅金山，憑住搞笑嘅口才冧掂嘟姐，佢哋展開10年情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吹水台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可以出更多影片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